展力場施工圖模塊的主要功能為讀取營建科上部結構設計軟件營建科香港版的計算結果，完成鋼筋混凝土展力場的配筋設計與施工圖繪製。具體功能包括鋼筋標準層歸並、自動配筋、施工圖的繪製與修改等。進入場施工圖模塊，首先看到的是通用編輯菜單，包含基本設置、標注軸線、標注尺寸和插入。操作流程基本同梁施工圖一致。參數設置主要包括通用參數、長柱選筋參數、牆身選筋參數、牆梁選筋參數、構件歸並參數、誤差控制參數、牆名稱前綴、高級參數等內容。通用參數用於設置繪圖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如圖紙類型、比例、字高、鋼筋符號、文本或間距的標注位置和距離等。其中，鋼筋符號默認值為香港規範符號，此時使用規範中規定的符號來表示鋼筋等級。如果選擇的是英文字母，則程序使用 W 或 Y 英文字母表示鋼筋等級。長柱選筋參數用於控制長柱自動選筋的流程，可供用戶交互設置鋼筋放大係數、選筋庫、鋼筋間距、箍筋樣式等。牆身選筋參數用於控制牆身自動選筋的流程，可用於用戶交互設置牆身分布筋規格、選筋庫、優選鋼筋直徑和間距、拉筋樣式、非貫通筋長度等等。牆梁選筋參數用於控制牆梁縱筋優選直徑、箍筋優選間距、箍筋優選直徑。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軟件無法根據給定的級配庫選出鋼筋，則會嘗試忽略級配庫重新進行設計。因此，不論年量的縱筋或箍筋均可能出現自動選擇的鋼筋規格不在選筋庫範圍內的情形。歸並選筋參數主要包括3個：長柱配筋差異百分比、牆梁配筋差異百分比、牆身配筋差異百分比，其默認值都是20%，表示差別在該範圍內的配筋構件會被編為一個構件編號進行選筋配筋。誤差控制參數用於設置長柱續壓比、誤差係數和選筋容差。牆名稱前綴為各類構件命名時的前綴和編號規則，前綴默認值均根據圖集要求確定，一般不需要修改。高級參數用於控制長柱表截面表格高寬自動更新。鋼筋層的設置基本操作同柱施工圖一致，這裡採用程序默認的鋼筋層進行繪圖。選擇繪新圖菜單，重新歸並選筋並繪製新圖。程序按照默認的繪圖方式繪圖，可以在畫法切換中點取列表注寫方式。程序按照列表的方式繪製牆施工圖，在平面圖中自動標出牆柱、牆梁和牆身的編號。點擊菜單中的繪牆柱表、繪牆梁表、繪牆身表，程序自動將生成的圖紙文件存放在該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還可以採用截面注寫方式、平面整體表示方式以及截面全注寫方式繪圖。點擊平剖面菜單，根據左下角的命令欄提示，在平面上選擇需要繪製平剖面圖的牆，在空白處點擊鼠標左鍵，軟件就可以把牆的平剖面圖繪製出來。點擊二維牆圖菜單中的牆身剖面圖，根據左下角的命令欄提示，在平面圖中選擇需要繪製剖面圖的牆。
在圖面空白處點擊鼠標左鍵，軟件自動把牆身剖面圖繪製出來。點擊鋼筋統計菜單，可以統計本層或者全樓牆的鋼筋用量，還可以指定牆統計鋼筋用量。同樣，統計結果有文本結果和 Excel 結果兩種。生成的統計文件存放在該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以上就是採用營建科香港版本繪製牆施工圖的基本操作流程了。